我嘅姓名係陳元雄，我學生編號係24025695，好高興今日為大家帶嚟分享。我今日分享嘅主題係關於我嘅未來要做嘅畢業功課，關於環境保護。而當中呢，我係選擇咗光污染作為我嘅主要題目嘅。首先喺呢個畢業 project 裏面呢，我選擇使用故事書嘅方式呢嚟傳達我成個 project 嘅核心主題。而我嘅主要嘅目標群眾呢係小朋友，佢哋有呢個非常之初階嘅理解能力，同埋對於卡通化嘅角色呢係更加鍾意，所以呢，用故事書嘅方式呢更加容易吸引到佢哋。而呢，我喺呢個設計故事書之前呢，我都去做咗一啲研究啦，學咗如何去排版我本書啦，同埋如何呢係進行呢個故事嘅設計一個呢非常之有吸引力嘅故事呢，對於吸引小朋友係非常之重要啦。咁樣都更加有利於我主題嘅表達。以下係我設計嘅角色啦。我角色用咗簡單嘅形狀啦、明亮嘅顏色同埋可愛嘅外形咧嚟吸引小朋友嘅。而電燈膽嘅設計元素咧更加貼合於咧我關於光污染嘅主題。我分享係咁多，唔該各位。